再有大型科技公司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庭外和解，视频网站优管同意支付2200万美元，折合超过1亿令吉的赔偿金，换取特朗普停止诉讼。优管星期一同意支付的这笔款项将纳入美国国家广场信托基金，作为白宫宴会厅的建设项目款项，用来修缮和提升宴会厅。优管和多个社媒平台在2021年1月6号的美国国会大厦骚乱事件后，纷纷暂停特朗普的账号，避免他发表的2020年总统大选舞弊虚假指控引发更多暴力事件。特朗普认为自己被错误审查，同年7月把这些社媒告上法庭。今年1月，脸书母公司 Meta 同意支付特朗普2500万美元。富豪马斯克的 X 平台也在2月同意支付1000万美元作为赔偿。